萬科起死回生，股價直接漲停，內房股跟住飆升喎，究竟發生咩事？其實呢個現象同依家兩大傳聞有關。傳聞一，中央準備出手救萬科。其實萬科有財務壓力，呢啲都唔係咩秘密。恒大爆雷恐懼嘅陰影歷歷在目，萬科會唔會變成下一個恒大，成為樓市最擔心嘅問題？穩住內地樓市，救萬科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傳聞二就係早排傳出嘅房貸貼息有下文啦。預計政府會攞出4000億推動全國性力度大嘅房貸貼息方案啊！新增房貸貼息1%，部分2%，時長30年。咁點解呢兩個傳聞一出，內房股會一片大好呢？如果真係實現咗，對於內地樓市又有啲咩影響呢？首先，萬科本身已經係深圳國資委支持，如果再加上國家隊嘅全力協助啊，就等於拆除咗樓市最大嘅信心計時炸彈。更重要係穩定銀行對房地產嘅睇法，逐漸舒緩信貸危機嘅憂慮。發展商將來問銀行借錢都可能容易翻少少，起碼可以緩解到部分發展商資金上嘅壓力。其次就係全國性嘅房貸補貼啦，就好似轉個彎咁減息降價一樣，直接幫到買家減低上車供款嘅成本。對市場嚟講，可以減低樓價下行嘅壓力。當供樓平咗，一直想買樓自住或者換樓嘅人士就會逐漸出動，為市場帶嚟新一批嘅購買力。而呢個政策最厲害之處就係可以逐漸改變大家對後市嘅預期。現在內地樓市嘅情況不禁令我諗起2009年嘅時候，當時內地樓市亦都係經歷同樣嘅低谷，但隨住一輪又一輪嘅政策出台，樓市開始逆轉，之後仲不斷創新高。唔知今次嘅結果又會係點樣呢？機會永遠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，大家可以認真去思考一下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波樓市嘅紅利。以上就係今期節目嘅內容，如果大家有意見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